我已经1、2、3、4、5天无食饭啊！我要甲你食落饱。上缘头、上漂漂的大野狼，莫甲我食啦，拜托！阿狗，阿狗！说尾，我汉面去望着我是大野狼呢，我是歹人要食人哦。阿狗，迄是你囡仔故事看伤济，大野狼无一定是歹人哦。毋过大野狼会食羊仔囝、婴仔囝，还佫有红毛仔囝的阿嬷呢。阿狗，你想看觅啊？大野狼伫囡仔故事内面，确实毋是歹人呢。无可能啦，一定是歹人。甲囡仔讲故事，咱来听故事。身体健康个好食，要食番麦，要食大肠啊，要食菜头。你是谁？哈，是我野狼阿兄啊！什么？伊要来创啥？敢讲甲他流传落来的故事，竟然去骗我？这野狼要食猪仔进前，听讲人会先就盐，要做盐酥猪啊！哦，头拄啊，我伫网络有查到，迄盐水会当消毒，我来借一米盐好啊啦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要创啥？啊，我想要借盐。盐？我无盐。啊，你无盐哦？哦，安尼，我是不是惨啊？听讲，若是无盐，野狼就会做雷蒙，要做泰式酸香猪啊！哦，无盐。哦，安尼食甲足正的，安尼袂歹哦。若无，我甲伊借一粒柠檬。我听我阿妈讲哦，柠檬会当治百病哦。吼吼，安尼我甲你借一粒柠檬。雷蒙，对啊，柠檬上赞，柠檬上盖赞。哦，走袂去呀！你小等我一下。嘿嘿，我要勇敢面对这一切。今麦的猪仔祖先啊，猪尾仔要来找恁啊！你会当入来啊？门一定拢无锁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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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你要讲我做你食。啊，我食菜的，我毋是食肉的。你话要甲我食，无你就遐物件创啥？啊，因为阮脑喉足疼的啊，听讲迄盐会当消毒，柠檬是维他命 C 啊。你搞不好嘴暗关起来。啊，歹势歹势。啊，对了，你感冒就较早讲的啊，我有感冒药案呢。哦，要毋过我还未食饭啊，迄药爱食饱才会当食。我嘛还未食，还是讲要食菜色汤吧。菜色汤。啊，毋过你卡伫内底迄做垃圾的呢？哦，我听。啊！切！鸡汤，拢你的。多谢。说尾，你甲我看卖，你讲我是好人还是歹人？你是好人。嗷！
细妹，你讲，我即马即个模样是好人还是歹人？赶快是好人。哦，安尼就会当证明哦，因为我是上缘投、上漂泊的阿狗，所以唔管我变做啥物模样，拢嘛会是好人。吼，阿狗，唔是安尼。咱来找看卖，代志伫倒位？这个，也是这个。好像甜点来自伫遮啦。这粒是榴莲，这粒是面包果，还佫有旺来哦。呀呀，你要飞去地，穿甲水当当，无爱互我对。春天的花大开啊呢，赶紧来吃蜜茶。呀呀，你要飞去地，穿甲水当当，我要甲你对。春天的花大开啊呢，赶紧来吃蜜茶。你爱花蕊，花蕊嘛爱你。你的跳舞，花蕊搁较水。爱困的冬天已过去，活动的春天等待你。呀呀，你要飞去地，穿甲水当当，欢迎来坐。爱对路的囡仔有好礼，请你食甜甜，互阮来奉礼。这里这边来，水库啦。阿妹。好啊，那我水了。好啊，那我学家里学遐。这样子学的。还谁？啊，我咱等去总部吧。好，等下去，我去我的房间啊。你要这个吧？你要去找医生是吧？那无还是要你遮？无。妈妈，我这是亲妹呢。水足深的，你冲入去我看卖。哦，这么深哦。我甲你头毛拔起来，拜托，好吧？拜托，白土啊，好吧？迄个马啊买你好吧？白菜呀。好，我甲你拔腮啊哦。没，我甲你拔安尼，敢有拔好？像迄乱七八糟呢。哦，啊，安尼较凉。我的梅做好啊，妈妈。肉酥糜，头家安怎卖？啥物安一怎？碗几箍？一碗2块。一碗2箍，买一碗。啊，我一碗10块。哎，对哟！滑的。哎呦，哎呦！这你看足济，这是二叶青。你看，伊是青，伊会使安尼算你的叶吧？安尼，你看安尼哦，啊两个交做伙，啊你揪一条，2条拢爱揪来，爱揪哦，这2、3揪。哈哈，你转去，我无转去。好，搁一届，你找一个2支叶仔，这2、3，
你敢有长？敢有？平手，平手，无输无赢，你会嘛长啊？咱做会等。对啊，咱做伙长去，啊，要捡转去煮面线吧？好吧，好。好啊，袂？有够吧？叮叮，我好足济面线，面线就好食。做伙讲台语，买中波面线白头毛这么看煞，你有啥物感想？袂用个看外表，就叫是对方是啥物款人，无定着伊就当需要人斗相共。囡仔上好是请是大人斗协作，这是上介好的哦。后回爱继续收看咱的，咿呀咿呀哟，再会。再会。